公司台语台新人来报道，用手语甲台语来报天气 ，AI 气象主播唐啊，今仔中昼就会开始上班啊。工研院的技术加上专家的认证，嘛要邀请观众朋友来拍分数，看伊敢有专业。北部、东北部阁有东部天气会较凉，其他的所在早暗嘛会较凉。AI 手机主播开始放送了，逐工透早5点10分，系统会家己对气象数据上新的资料，差不多1点钟了后，就会自动产生一段由 AI 主播播送的影片，而且拢无啥需要搁改。这背后是公司甲工研院拍拼同伴的结果。我们会从每日的手语新闻、每天播报的语料，以及中央气象署气象预报的文稿先汇入，然后我们再经过我们公共电视特规的参数以及手语指导龙仁老师，还有丙级企划这个录影团队的录影。那个不对了，所以要再去改一下，在现场跟聋人一起讨论跟确认他们所演示的手语，这是要给 AI 学习的教材，当然是要是准确的，让 AI 能学到道地的自然手语。将公司逐工报送的手机新闻的资料，也搁有录影画面交予工研院来做 AI 翻译训练、骨架侦测，也搁有产生2D 的画面。像这款将新闻稿产生手机画面的技术，伫台湾才打起步尔，真济方面也搁咧发展，包括着建立手机资料库，这全部拢爱对头开始，每一步拢有真济困难爱克服。我们跟公司建制了一个台湾的手语手指骨架的一个资料集，那我们也重新用最好的 AI 模型进行重新训练，来提升手指的估测准确率到98% 以上。我们开发了骨架的自动补帧以及平移缩放跟自动剪辑的一些相关技术，来确保说我们在 Grosys 串接起来之后的整个手语动作是顺畅而且是稳定自然的。有了资料会使产生手机的骨架，搁套 AI 模型。公司嘛成立委员会，邀请专业的委员做上后边的确定讲手机是毋是正确。经过了1个月封闭测试，确定讲听袂到的乡亲会使看得清楚。希望 AI 训练完之后是能打好很自然的手语，以后让聋人从 AI 手语的表示中可以很轻易的接收到资讯。将 AI 技术用伫公共服务做到资讯平权，嘛，互乡亲的生活更加圆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